桃园有一家伙仔驶3台车去餐厅食饭，餐厅停车位无够，因就停伫水果行的停车场。结果水果行要求讲，一台车至少得爱消费400块，车才会当驶出去。民众是无法度接受。交通局嘛表示讲，这停车场无申请停车场的证照，会来展开稽查。桃园发生停车场消费的争议。有网友伫 FB 的社群平台讲，伊甲伊的家族13个人3台车去平镇的一间客家餐厅食饭，因为餐厅对面的停车场停车位无够，就把车停伫咧边仔水果店的停车场。因为天暗无看清楚规则，就是一般的付费停车。要开车时阵才发现无停车费的选项，3台车就要入去店内买12块的蔬菜水果才会人走。我们3台车13个人，我们就走到旁边的水果行去。我就当面问小姐，小姐说一台车没有消费400元，你不能出去。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荒谬。没有买水果，我就要被限制我的人身自由。发生停车争议的就是这间24点真久营业的平价水果店，业者无愿意接受访问，只敢用文字回应，讲因是在地经营10年以上的店，强调这是私人的停车场，只敢让消费者买物件方便使用。讲看网顶头有写大蔬果店停车场，伫咧出入口的牌仔顶头也有写消费停车的规定。要看实际的公告的内容了，它实际的公告内容，我们会建议它更清楚。该业者并未向桃园市政府申请停车场登记证，那有违规新情业者，本局将函请业者说明。交通局讲，依照停车场法的规定，路外收费停车场就要有登记证，才能依法营业。这个停车场无申请证照，会先限车业者说明这个停车场敢有收费的事实。若是违规营业，会罚3000以上15000以下的罚款，并且限期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